你好啊，各位同學仔，咁咧，我哋今日咧就討論一條小學二年班嘅規律問題。其實咧就唔係淨係小學生睇嘅，任何大人啊、中學生都可以睇嘅，因為呢一條我覺得都唔係好簡單㗎吓。咁咧就問題咧就係揾翻頭兩左手邊同中間幅圖啦，揾右手邊咧個 question mark 係乜嘢數目字？根據個 pattern 個規律，咁好多人咧就諗住三二如六，四二如八，咁二一十四啦，係嘛？諗住係嘛？咁二年班啫嘛，係咪啊？咁樣咁就諗住係十四，咁答，咁呢個點樣解釋啊？九啊，五啊，九啊，咁如果係咁樣嘅話，咁點樣解釋啊？你話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可以話俾你聽咧，答案就唔係十四嘅。啊，究竟係點樣諗嘅咧？用其實二年班都係加減乘除嘅啫，係嘛？嗯，咁而家可以你開估之前試下花少少時間思考下先，然後先睇埋我咯。圖片係點樣解釋？好啦，咁如果你思考咗都諗唔到咧，咁我而家可以解答俾你聽咯喎。三六一十八呢兩個 number，四八就32啦，二年班都識背乘數表噶啦。咁樣好又點解釋咧？原來一加八就係九喎。三加二就係五喎。咁所以咧，你先諗下九有咩組合先？九可以係一加八、二加七、三加六、四加五。咁當然可以調轉啦吓，係嘛？八加一、二啊，六加三、五加四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你試諗下啦，18、81都唔係同乘數有關嘅數嚟嘅喎。你試下背七嘅乘數表，唔會有18、81噶嘛？27、72唔得，45、54又唔得，36、63係咪啊？63，6加3係九係嘛？七九就63，所以 question mark 就係九啦。咁可以解釋得到啦，係嘛？合理地解釋到個 question mark 嘅嘛？呢個答案係嘛？當然，如果你覺得有其他合理嘅，再一樣合理嘅答案，因為規律嚟講未必一定係得一個答案嘅有其他答案嘅，歡迎留言分享。好啦，咁我呢套片好快脆就講完中意有套片可以分享同訂閱，我播放清單仲有其他種類嘅片，我如常同你講，拜拜。